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顾离，我现在在枝江游泳馆为您做现场报道。备受瞩目的亚运游泳选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大家知道，枝江省水系发达，以水为媒，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在这里游泳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信仰和精神追求。在这里，人们对水的热爱超乎寻常，每个人都有一段与水有关的故事。你常常会看到泳池中有许多小小的身影，奋力搏击着，一代又一代奋力拼搏，超越自我，为国争光。比赛开始了，现在让我们来看到现场。这场比赛非常紧张刺激，选手们实力旗鼓相当，没有人可以猜测到结果。来自枝江省的周瑜位于第5道，他的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和第6道的选手齐头并进，领先其他选手近2个身位。现场的观众都沸腾了，周瑜的主场优势非常明显。周瑜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周瑜夺冠似乎毫无悬念，他让你们身位就到达终点了。可是等等，周瑜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瑜，这次选拔赛的名单已经出来了，你也看到了，你差了0.01秒，你就可以代表国家队去参加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了。我们拼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让5星红旗飘扬在国际泳坛。下个月的最后一次选拔赛，你还要继续参加吗？运动员的生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代表着瓶颈期，你是否还有勇气再突破？选择权在你手上。在我过去的人生里，曾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选择。我叫周瑜，授人以渔的渔。父母给我起这样的名字，是希望我像鱼儿一样活得自由自在。游泳是最让我开心的事。2003年，我国首条跨海铁路开通，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我国连同其他5国成功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对我来说，还有件大事。我爸在刚刚闭幕的亚洲游泳冠军赛中，以14分32秒01的成绩，创下了1500米男子游泳全国新纪录。那年，我对我爸说，我想学游泳。我的朋友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游二代，比如高峰、梁冰冰。周瑜加油啊！他们的爸爸和我的爸爸都是游泳超级厉害的好哥们儿、好队友。高峰、冰冰，我们从小就玩在一起，一起挥汗如雨，一起约定为国争光。我一直是他们当中游泳最厉害的那个。那时候的我，在游泳这件事上，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我自信地觉得，只要我继续按照父亲给我制定的训练计划训练，相信很快，我也可以像我爸一样优秀，甚至超越他，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让我们的国旗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弥补他没能出征奥运的遗憾。怎么来这么晚？你看都几点了？我妈刚去便馆。赶紧的，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怎么样？发挥不错啊，把那几个少体校的全给拿下了。我必须重重有赏啊！赏？还有赏啊？我这兜里有2张今天友谊赛的票，过会儿跟我一起去看看。友谊赛我就不去了。你这场比赛有直播，万一我老妈发现了，后果你知道的。你自个儿去吧啊，光光。哎，我这2张票可是下了血本买的。自己去。这里是由枝江省举办的第17届省会游泳友谊大赛，我们倡导良性竞争，在激烈的比赛中促进2省的运动竞技交流。高峰，好久不见呢，别这么紧张嘛。这次比赛就咱们省队之间，要不我让让你？给你一句忠告，小心放松过头，最后酿成悲剧。行啊，那咱们比赛场见。高峰，我的发小，自儿时我家发生意外，我们分别后，就一直没有任何联系了。但是这些年，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在泳坛的表现，不会错过他的每一场比赛。喂，主编，这个机会明明是我争取来的，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就因为我是新人。喂，主编。喂。哎，顾里。哎，老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别提了，原本有专访机会是我做的，结果我们主编把这机会给了别人。哎，你有没有别的办法？那这样吧，等会儿我偷偷带你进去，他们都认识我，你就到时候说。王继飞，可以了。这个人可以说是当今泳坛大魔王一般的存在。大多数队员听闻他的名字都会一哆嗦，更别说是在赛场上碰到他了。全部都告诉他。好，行，真拿你没办法，我们赶紧走吧。此次比赛对高峰意义更大，他是带着枝江泳队的希望参加比赛。如果万众期待的选手高峰在这次比赛中可以战胜劲敌王继飞，那么将会重振我们枝江省游泳竞技的信心。坊间传闻，王继飞的身形等各方面游泳条件与菲尔普斯极其相近，高峰遇上他，也只能说是凶多吉少。在近几年，枝江省的游泳人才逐渐开始青光不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中，步入了非常两难的境地。那么这次高峰会扬起枝江省的风帆吗？那么高手间的博弈究竟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可以看到选手们已经各就各位了啊。比赛开始，可以看到啊，知道的王继飞一个漂亮的入水。对于游泳的喜爱和加入其中的渴望，令我最终还是瞒着我妈，一个人偷偷来现场看比赛了。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高峰，我许久未见的儿时伙伴。王继飞开始发力了，漂亮！王继飞不愧是强者中的强者，不出意外的话，他将轻松拿到比赛的第一。比赛结束，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比分牌啊。很遗憾，高峰选手这次还是错失了冠军。高峰，这次比赛的感受是什么呀？王继飞，你也说一下吧。这样吧，大家稍微等一下，我们一个个来好了。你先开始吧。王继飞，恭喜你再度获得冠军。高峰呢，也算是你的劲敌了。你觉得你屡屡获胜的原因是什么？会担心高峰下次超越你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高峰，作为东道主，请问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高峰，你屡次败给王继飞，压力大吗？对呀，你知道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跟我们说一下吧。我回答你们一下，比赛有输有赢都是很正常的。高峰，这一次你在队里有下军令状吗？你回去会不会被骂呀？王继飞是一名很优秀的运动员，我很期待我们下一次比赛中的表现。我也很期待下一次的比赛。高峰，下次别让我赢得太轻松。谢谢大家。我还有问题，再说一下比赛的感受。
两句好吗？王继飞。高峰，高峰你好，我是自媒体之江体育的顾离，可以给你做采访吗？不好意思，我没空。哎，高峰。顾大小姐，你这采访还做不做了？我等的黄花菜都凉了，我的 schedule 可是很满的。做，必须做，我地方都找好了。一个手下败将而已，有什么可采访的？啊？行，你最厉害，全国你最厉害。那肯定。哎，不对，你这话可是话里有话呀。哪有？就1秒之差，我们的高峰又输给了邻省的王继飞。哎，各位，我们怎么追呀？这千年老二的帽子，我们还要戴多久啊？校长，作为高峰的教练，我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训练高峰的方案，相信用不了多久，高峰。我不是说的高峰一个运动员，而是整个泳队。唉，近几年我们省游泳的项目啊，发展陷入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呀。10年前，我们有周全、梁永光、刘海波、古罗这4大天王，横扫了全国的各大奖项。但看看现在，我们现在有什么？哎，有什么？你们再看看邻省的泳队，几年前他们高薪聘请了刘海波作为教练，整个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哎，我不是怀疑我们古教练的能力啊。但是我们运动员的实力实在是堪忧啊！唉，我也反思了一下，我们学校得直接要选拔人才，给泳队注入更多的新鲜活力。哎，郝迪，尤其是你，这事你要上心。好，散会。这次比赛你们又输了吧？是啊，有点遗憾啊。哎，我给你推荐个好苗子，保证你拿冠军拿到手软。口气挺大呀。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孩子爆发力特别好啊，真的。哎，就这样啊，回头见。好。圆儿，吃完了没有啊？马上。楼上7楼的那个王奶奶又病了啊，面帮我送一趟。哎。哦，好好好。那个，如果她有事儿，你让她给我打电话啊。好好，嗯。哎，你好，欢迎光临。哎，来这边，请坐，请坐。来，进来啊，吃点啥？要1碗招牌面。哦，好嘞，一碗招牌面啊。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唐琪出场了，带着他的白马王子雨果。注意，唐琪的这匹马状态看着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显得情绪很镇定啊。现在第2道障碍，向左迂回。唐琪看到了这个障碍，现在马对准这个障碍。第3轮起跳，很顺利，表现非常好。现在主要是要稳，节奏要把握好。
长期闭场馆的206号李小丽也带着她的马准备上场了。马上，刚才堵车，我现在已经下车了，在跑过来路上了。不好意思啊，没事吧？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怎么骑车的？我主要他们在我前面打球，我得绕过他们。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自个儿骑注意点不行吗？不是，哎，行了，走了。讲不讲道理啊？这样吧，你给我一下你的手机，有什么需要打给我。算了，我赶时间。不是，哎，面。观众朋友们，西屋马术俱乐部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场地障碍赛正在进行中。您现在看到的是奥菲利亚马术俱乐部的选手梁冰冰和他的骑乘伙伴拉菲，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马术表演。大家看到梁冰冰选手已经就位了，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梁冰冰选手出发了。在落地的时候，很快就向右来了。好，场边的呼声还是很高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看来今天选手的状态非常不错。今天的挑战非常有难度，每一个动作都完成的非常干净利落。很漂亮，非常的稳健呀！梁冰冰选手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来到了最后一轮场地考核。拉菲的状态现在也是十分不错的，恭喜梁冰冰和他的骑乘伙伴拉菲以0罚分完成了比赛。没事，妈。没事儿，坐好了。没事。疼。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毛手毛脚。我来，没事，我来。哎呀！别动。连个自行车都骑不稳，这要碰一辆车怎么办？疼吗？不疼。多大人了，这点事儿。欧阳洛斯今天冲得非常的凶啊，前3只冲到了第2位。在这次的短池锦标赛当中啊，欧阳洛斯已经收获到了1枚银牌，是来自于200米的自由泳。赶紧吃吧。游得更快一点，而且王继飞创造了亚洲纪录的新成绩。吃完放那儿就行了啊。回来我收拾，我得去面馆了。好，让我们来看看欧阳洛斯今天是否能拿到1枚金牌。
妈，面条好了。啊，把菜洗了吧。我要去上英语课。补课是吧？好好学啊，节数不够我再给你加几节，别跟我省钱。够了。快去吧。哎，那你今儿咋这么早？我和朋友约好了，早点开始。哦，那你快去吧，去吧。啊，那我早点回来。啊。刘烨，今天咱们主要练习自由泳冲刺阶段上臂的划水和力度啊。你要加强你上臂的力量，特别是你左右臂的力度和幅度现在不太均衡啊。今天咱们早点结束吧。怎么了？我要帮朋友带个班，我不想我妈这么辛苦。带什么班？就帮个忙，帮个忙。小叶，你家里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你就不要分心去做别的事情了啊。放心吧，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有我在呢。啊，来来来，快准备。出发入水的流线型做得不错啊！短距离的冲刺，如果是比赛，能够一口气冲刺到底，那是最好。越少的呼吸，越能够加速冲刺的节奏。转身，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去转身，用转身拉开的距离，更能给对手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做得不错，核心收紧，保持身体位置。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你拿冠军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略有不足。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比赛视频，动作是没有问题，只是力量上掉了下来。知道什么原因吗？接下来我会对你的力量专门训练。我会认真完成您给我安排的计划。强者需要对手，加把劲儿，争取追上王继飞。怎么，没信心？不是，我觉得赢了他才是我真正的进步。有胜负心是好事。老果，郝队，哎，在忙着。哎，给你，继续忙啊。行，那郝队、谷教练，我先回去了。好。这是梁耀光给咱们推荐的好苗子，速度非常快。你看，你看他这，看，你看看怎么样？我还给他拍了视频呢。你看，周瑜，获得冠军的是周瑜。特别好的一个苗子，速度很快，身材比例也不错。要是把动作再规范一下，没准儿能代表咱们省队出去拿成绩了。怎么样？还行哈。老爹，你给我的邀请函我已经拿到了。行啊，你这办事效率神速啊，佩服啊！都迫在眉睫了，你以为闹着玩呢？赶紧去交给周瑜吧，提醒他测试那天准时报到啊。我办事儿你放心，我比你还急呢。行，不说了，我这就给他送过去。挂了啊，再见。
哎，你们谁要走啊？在收东西呢。等，你先别收，你先别收。你为啥要走啊？你先来，你坐。你快，你劝劝他。哎，不是，你好好的，你为啥突然要走呢？是我主动申请要走的，总比被刷下来好啊。再说了，我也算一个2级运动员，通过体育特招念个大学，挺好的。不是，那你这不纯逃兵吗？逃不逃兵先不说，我这有个跟你有点关系的小道消息。跟我有关系的小道消息？对啊。你说，你知道吴昊要回来了吗？我浩哥要回泳队了？对。真的假的呀？难不成我还会骗你啊？而且我听说他会住在628。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吧？我浩哥要回泳队了。喝水，热水。你别没完没了。哎呀，好对呀。您看这628呀，不是有空床位吗？对吧？哎呀，你别不用你安排。哎，没事。哎呦，里面住的都是优秀的人，你把我换进去，我也会变成优秀的人啊。哎呀，你已经挺优秀的了，你别跟我说了。我不优秀。好的。哎呦，我不用你捶，你去，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哎呦，你，来，擦。你一边去。嗨，烦死了。好的，我跟你说啊，你就让我去吧。你要让我去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来给你打扫卫生。我用不着你打扫卫生啊，你赶紧去回去给我训练去，别在这臭贫。走。我就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就能好好训练，真的。哎呀，好对呀。哟，你又来了。好的，你美丽大方，温柔动人。你春风一笑百媚生，你百媚一笑吹又生。
反正哎，就是特别漂亮。哦，对，哎呀，你就考虑考虑嘛，你就答应我嘛。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走吧。那你答应了吗？好，行，你走。真的吗？啊，真的吗，郝队？真的，我要变卦了，你再走。好的，岳飞，好的，岳飞。跟廖光似的，怎么出这么个人才？吴昊马上要回来了，你知道吗？吴昊，你爸手下最优秀的队员，我记得你认识。我知道。所以我准备把他安排在跟你同一个宿舍。他可是全面选手，这样你们平时可以互相切磋进步。怎么样？有问题吗？哦，没有问题，都听教练的。吴昊回来，你有压力吗？我为什么要有压力啊？吴昊受伤前，可是最具备争夺全国冠军实力的队员，你没有压力？教练，我有信心赢过每一个对手。我知道你有信心，只是在关键比赛的之前。教练，我还有训练，我先去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一时的得失不用在意啊。作为运动员，最可怕的不是被对手打败，而是被你自己的心态打败。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教练。您放心，我一定尽快重新回到队里。好，回到省队之后，好好休养，但不许懈怠。我期待你早日归队。谢谢高教练。吴昊，到省队以后碰到什么难事，及时跟我讲，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一定帮你。谢谢教练。
可以啊，最近块儿保持不错啊。怎么样？我给你定的目标，200米自由泳，游进1分51秒，能不能完成？那我要是游进了，2顿面条。切，行啊，打7折，9折，8折。哎，你这个光光，8折8折，就这么定了。20秒。过了吗？必须的，过了！耶耶！耶！妈。有光，你打算和孩子一起瞒我到什么时候？姐，我没……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想让他干这个。是，我知道，姐。难道我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不是，姐，你听我说啊，我。选拔赛的事情，我妈不会让我参加的。哎，小雨，算了，光光，这么多年，我就我妈一个，我不想让她生气。哎，小雨，听我说，你妈现在正在气头上，没事儿，等她回去冷静一下，回头我找个时间再过去跟她单独聊聊，没那么悲观啊。这样也好，我也就不用再瞒着她了。走了，光光。嫂子，嫂子，还生气呢？我知道你心里在埋怨我，不该瞒着你，带着周瑜去学游泳。但是这孩子，他真的是喜欢游泳，而且有天赋，是个当冠军的料。有几个冠军啊？到老了还不是一身伤病？我管他喜欢。嫂子，你知道，在200米自由泳
1分51秒意味着什么吗？周瑜他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他就已经达到这个成绩了。如果将来他有机会能进省队、国家队，他真的有可能就是全国冠军，甚至是奥运冠军。咱们不能因为当年老周那个意外，就断了海。嫂子。周瑜，你还想着游泳呢？不是妈妈违背你的意愿，妈妈是为你好，你知道吗？妈妈告诉你，妈妈当年在泳队做营养师的时候，什么运动员我都见过，不管多么有天赋的人，到最后都落得一身伤病。我爸离开后，他更加紧张我。可那时，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怕，我只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游泳最快的那个人。快进去吧，乖乖上课啊！哎，周瑜，你们怎么还不走啊？哎，周瑜，快让你妈走吧，她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你是不是一看到大人就害怕啊？你才怕呢！同学们，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周瑜真棒，考了第1名哎！周瑜，你这次考试怎么考得这么厉害？那当然，我为了这第1可用功了，我妈妈应该能给我奖励了。奖励什么？不告诉你。哎，回来了。我这次成绩考了第1名了。哇，儿子这么厉害啊！快告诉妈妈，想要什么奖励？我想要游泳。儿子，我们出去玩好不好？明天数学补习班结束，妈妈带你去游乐场吧。你学习这么努力，妈妈要好好带你放松放松。我先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妈，对不起，瞒着你了。妈，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把游泳当成业余爱好？认真的考个正儿八经的大学，你自己改变主意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妈，我一直没明白，我爸明明是冠军，你为什么一直不同意我成为游泳运动员？因为我和你爸一起经历过他受的苦，他遭的罪。职业运动员，有几个能拿金牌？到老了一身伤病，谁管？我为什么要让我儿子遭这个罪，受这个苦呢？妈，我不怕，我喜欢游泳。
我想跟我爸一样，成为冠军。反正我不同意，你自己考虑吧。妈，不是，妈。 比赛开始，周宇翔的出分反应是0.53秒，排在所有选手的第2位。鱼儿快来，要开始了！来了！快点快点！看他跳进水里了，加油啊！哟，你们娘俩怎么这么激动啊？那当然了，游泳呢，比赛呢，4年一次的比赛，可不得让鱼儿看一看。那他明天作业咋办？哎呀，管他呢！鱼儿喜欢游泳啊，游泳呢就是最要紧的事儿。爸爸快看，欧阳菲宇超越其他人了！哇，太精彩了！哎，你知道吗？爸爸当年啊，差点就进奥运会了。哎呀，没事儿，咱不是有鱼儿吗？让鱼儿啊帮咱们拿金牌，是不是啊，鱼儿？是。哎，冰冰等会儿要来是不是？我去切点水果，多用点好吃的。好嘞。你看，妈妈，哎，怎么了？行李收拾好了没？收拾好了。我这次去北京，除了要看欧阳菲宇能不能拿金牌，我还要去爬长城，我还要去看故宫。好，都去，咱们都去。喂，你好。我们期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观众朋友，现在是4乘100米男子自由泳决赛。之前的记录是来自欧阳菲宇。每一次欧阳菲宇参加的游泳比赛，都比得十分激烈呀。他总是看起来很轻松，也总是凭一己之力把赛场的氛围弄得十分激昂。现在最关注的一点，就是他和他的队友能否在这次比赛当中刷新这项运动的记录。此时欧阳菲宇已经遥遥领先了，没有人能与他并肩。我这次成绩考了第1名了。快告诉妈妈，想要什么奖励？我想要游泳。嫂子，你知道在200米自由泳1分51秒意味着什么吗？
周瑜他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他就已经达到这个成绩了。现在运动员的训练科技含量很高，挖掘个人潜能时，更注意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周瑜，怎么了吗？既然自己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妈，喂，光光，我妈把邀请函给我了。行了，别嘚瑟了，抓紧时间到体校来，测试绝对不能迟到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那个瞬间，我感觉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要向着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奋力奔跑，实现儿时和我爸的约定，实现国际夺冠、为国争光的约定。重复一年又一年，我却已不再是少年。别再每天早晨输给昨天的疲倦，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今天就要出发，才能到达想去的终点，像飞鸟冲破。老方，谢谢。你去接一下这次的摸底测试的学员。好的。在心间。过会儿测试啊，就按照咱们平时训练状态来，没问题的啊。放松点。行，那我先回去了，等你好消息啊。行。放松，加油！你们先去吧。好了，峰哥。
还真是你啊！我刚在看名单上这个周瑜，还在想会不会是你。你不是不游泳了吗？哦，对了，恭喜啊，又获得了亚军。其实你的比赛我都有看，我觉得不怪你，王继飞确实猛。你这么关心我？当然了，毕竟我们小时候一起游了这么久。你想多了，现在可不是小时候了，我现在是省队里的冠军。倒是你，这么久没游泳了，可要先好好准备入校测试。跟我来。一站在属于我的跑道，等待冲刺信号，会把握每分每秒。面对太多期许的目光，该轮到我出场，会让世界看到，已经准备好。我知道，踏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烈日或冰雪风霜，从来不曾惧怕。熟悉了紧张和骄傲，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破竹吧无可阻挡，已经展开翅膀，起飞，跋涉万里都不累。新的目标让我追，伤痛汗水都。这是谁啊？游得还不错。听教练讲，好像叫周瑜。峰哥，你觉得这人咋样？周瑜，你等着，我下次一定赢过你。你俩是不是这么说？我看你下次还得输给我。峰哥，峰哥，你觉得这人咋样？一个还没通过测试，不一定能进体校的，没什么可评价的。准备，对手是谁都奉陪。